风之韵2017上海戏曲晚会。首先要祝大家中秋愉快。今年呢是我们的弹词艺术大家蒋月泉先生的100年诞辰，蒋调呢在观众当中拥有广泛的影响。今朝半个中秋，白娘娘许仙海上寿山当郎出去白相，许仙是开心啊！安得安得！现在搿只手是往山当而起呀、哟，真是妙啊！待女月上明恩，身上喜，送上亲，凄凄不随上相亲。地居天上。作为上海舞台艺术精品创作重点选题之一的评弹访大山，塑造了一个为保护传统文化而鞠躬尽瘁的基层文化干部贾大山。大山他立血于心，足足忙了9年，这一君一人谁心？那一年龙兴自由，为非动头，他已是手把孤灯，都是谜。那一次出门采苦是真真，他为家痛，真怕的侄儿他母亲儿，一缕就说谁我后边一路神一路神里里
送女披，美食风铃，美是风铃，叮当叮当响。花容。